歡迎我哋嘅中國好聲音2022年冠軍梁玉瑩。哇！咁先同我哋嘅觀眾打聲招呼先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梁玉瑩。哇！標準嘅粵語。標準粵語。第一次嚟我哋節目咧，咁啊 KG 亦都會有啲嘢送俾你嘅喎。係。咁因為我哋每一位嘉賓，我哋都有個小禮物送俾呢位嘉賓嘅，就係我哋嘅 T 恤。哇！謝謝。呢個受 T 儀式。係。受 T 儀式。受 T 儀式啊！好，多謝梁玉瑩，多謝。多謝晒。咁接落嚟有冇開 show 嘅一個準備啊？喺8月15，我會喺廣州開我嘅首場 live house 專場。呢一個專場係我自己策劃、自己導演，即係所有嘅嘢都係我自己做嘅，所以希望俾大家睇到唔一樣嘅梁玉瑩。OK，大家支持兩個人，買飛啦！咁今日你都揀咗一隻近期係好 hit 嘅歌，《我們什麼都不是》。咁點解你會選咗呢隻歌去做你今次嚟我哋節目唱嘅一隻粵語歌？其實呢一首歌表達嘅嘢喺感情之中缺乏自我認同。我好中意佢副歌又有4句嘅設計，一個係我們是什麼都不是，有時是什麼都不是。仲有咩啊？我們是什麼都不是。我承認我們什麼都不是。佢入邊呢四句就好好咁反映喺感情入邊，我哋反覆咁去懷疑自己自我認同啊，同埋認同啊，自我認同。沒問題，沒問題。有陣時會喺感情入邊迷失自我，迷失自我，係其實就係歌詞 touch 到你，即係主要係歌詞。咁會唔會係其實你都喺感情裏邊都迷失過咁？係有啲經歷㗎啦。哇，咁啊，即係有啲料到啊。咁 OK，好啦，咁啊，我哋下一個問題延伸落去添。你想講啲乜嘢？